1894年 ，Tesla 經過多年研究後，信息發射及接收系統已經進入實際測試階段。為此，他與工作人員從實驗室屋頂樹立起無線發射器，再攞着輕巧嘅接收器到其他地方去接收無線電信號。系統的方便性更只需要將接收器調節至與廣播器相同的頻率，就能成功收到從實驗室發出的信號。為了測試更廣闊的空間對其影響有多少，利用了氫氣球接連着信號線放上天空，經由信號線將信息連接到地上的接受器。這時測試已經能清晰收到距離30條街外的信號，並為增強效能智能非定點接收及增加距離而不斷改良。1895年 ，Thomas Comerford Martin 喺《世紀》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《Tesla 振盪器同其他發明》。同期另一專刊《電力工程師》上刊登了 Nikola Tesla Co. 正式成立，其經營生產和銷售機械、發電機、摩打及相關電力設備等等。該公司董事包括尼加拉瓜水力發電廠 Adams 父子，長期資助 Tesla 嘅西聯投資者 Alfred S. Brown， 以及 J.P. Morgan's 律師 William Rankin， 並交由 New Jersey 嘅 Charles F. Kowani 去營運。當然還有 Tesla 本人，這時為尼加拉瓜大瀑布而開發嘅第一個大型發電機初步完成，上面註有 Tesla 嘅姓名同專利號碼，而機械以每分鐘250轉全速運行完美運作通過測試。